哦，阮头仔吼用笔椅吼咧比赛，来到遮，来到遮有一个目的吼，就是要甲大家介绍这个电风啦。好，大家莫看这笔椅安尼吼，这无连过吼，这无小笔椅毋是遮尔好行。咱即摆吼就请咱即个阿静啊，吼来讲，咱伫咧做即个部分的时阵，伊有啥物眉眉角角的物件？咱即摆吼，带大家要来看啥物咧？咱普通是冷气咧吹，松洗松洗啊。日头炎的时阵有无？脚垫扭起来做歹代志的时阵，就是讲摆风管用扭脚垫的时阵，即个物件是安怎做起来咧？吼，咱拄好趁这个时阵，互大家看卖者讲，伊是安怎起做起来？你来看，即个空吼，无别的原因，就是讲咱即摆冷气有无？内机斗伫咧遮的时阵，有一个爱回风的空间。哦，所以讲伊天棚做一个帽啊，耐好互回风利用。这咱敢若叫做冷气帽啊啦。冷气帽啊，你介绍的是一个冷气帽啊。对，伊就敢若一个帽啊安尼啦。嘿，啊，这就是咱一般寸里角啊，角伊定起来，爱袂风就是洗到安尼。啊，伊甲遮会像一个徛帮。啊，过来吼，咱即摆看这帮，甲咱普通看的迄插帮无共，这叫做啥帮？这防火帮。啊，伊这防火帮有无？你看哦，伊遮后壁则搁挑工搁铺一空，哦，这空就是要走冷媒管啦，啊，搁有迄个啥冷气电嘛，嘿，啊，所以即个下骹，即个有无？这就是咱讲的迄个骹垫盒仔，哦，就是讲伊遮有迄个骹垫的内容会当锁伫遮，哦，所以其实咱普通是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吼，有做侪咩角角物件，其实这拢是伫咧目光的地位内底。我咧看伊即个胶啊。这个胶敢有啥物特殊的用意？这个胶哦，这个胶一般吼，咱的标准就是留去咱大家4米的所在。啊，变啊，咱啊油漆来去掠伊的土，啊以后以防伊会跌去的所在。哦，这就是放的夹水。就是讲伊要掠菇啊，较袂讲，就是讲日头晒，还是讲湿会闭安尼啦。嘿，啊，我感觉迄个乌迄坑有无？迄个是啥物物件啊？这就是它原本建商的排水孔啦。哦，排水孔咱为着要去咱的设计定位的所在，咱就一定爱拍伊的排水孔，哦，去到咱即摆冷气要消水的所在。算讲伊会搁做一个下水的扩摆啊，啊，上低点就咧遐啦。所以咱其实吼，眉角角真正侪，看这一角仔镜尔。好啦，啊无咱即摆来去下骹，哦，带咱来去熟悉一下其他较接用着、较接看的帮安尼，嘿啊。啊，若是有啥物问题有无？欢迎会当敲电话找咱阿静啊，咱即马先热。观众朋友啊，拄为迄个尾音爬落来有无？真辛苦。好啦，正经咧，咱即马吼要来甲大家小解甲恁上悬的，安怎讲上悬的？因为咱若去撩行的时阵，要安怎互感觉讲，咱是知影咱要买啥，是专业的，毋通去甲撩行看到头家一句讲就袂晓话。啊，咱即马吼就是现场有的帮，互大家看者。即个咱来看吼，即个是木芯帮。木芯帮。啊，啥物叫做木芯帮咧？一般来讲，伊这高度6分，18米。嘿，啊，伊这就是差角角就去夹起来，面遮美利亚嘛。所以这就是木芯帮。这个是美利亚帮。美利亚帮。美利亚帮就是咱一般较薄的咧做面伫咧用的，啊，佫会创啥？真侪所在咱通用这美利亚帮。啊，佫来咱这3分夹帮。3分夹帮。伊这差去9米，这一般目工拢叫3分夹帮。夹帮其实就是美利亚去夹起来嘛。刷落要换咧介绍这叫做圆帮，这是水材料内底较特殊的一个材质。这个材质一般做去咱一寡天花板造型的部分。这是风火帮，风火帮就是咱在在做天棚内容的。天棚的，就是要风天棚的，这是咱的风火帮。等这后壁唱一个，这个，你看这个遮大地有无？这4巴拉嘛。4巴拉就是讲咱一般帮材上大地就是4巴拉，4尺、8尺，或者4巴拉。虽然讲伊是美利亚，啊，毋过伊那边咱这叫做玻璃嘛，就是讲伊面已经是完成的。就免搁做油漆。
啊，免搁做油漆啦，伊嘛有别种面的啦，嘿，啊，是即个拄仔是苏巴拉的玻璃，啊是白色的白土，大概也是即几项啦，嘿啊，咱重点小介绍一下，啊，咱还有一台座椅呢，我咱来测看卖。对，我感觉这节目上吊的后的精神就是啥？测看卖。阿峰做互你看。观众朋友，咱即马吼来到上紧张、上精彩的部分咯，就是阿峰要测房啊，互恁看。哦，咱即马看的即台有无？即只叫做座椅啦，座椅啊，嘛有人讲真台，嘛有人讲机台，哦，就是即个机板。咱基本上吼要测了有寸长、有寸步吼，有两个部分，靠即个下手啊，啊无就是靠即个拖棒，这吼阿峰有练过吼，观众朋友伫咧厝内唔通家己做。好，啊即马开关我就先甲开落，切开来。规间音框框，好，来，咱即摆吼就要甲咱切落来的即个风尾板，风给你天花板，行。哦，咱即摆吼就要甲即个风尾板吼放去你天棚顶。啊，咱即摆咧放的时阵有无？就是爱小注意一下，讲咱头拄有做迄个75度的刀架，啊爱掠迄个夹抓，无时到油漆的吼，无拍两个啊。啊，你起的时候有无？像讲咱遮拢有一个钉仔嘛，迄个就是咱要掠一夹抓安尼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咱吼今仔日吼来甲阿静啊动工制作遮尔久吼，啊恁敢有了解到讲咱天棚是安怎起造的，其他的美美角角的物件是安怎完成的？安尼吼，我看节目应该今仔日嘛差不多到这啊。啊，咱是考好的。啊，对，用做袂记。我做目睭，我顶天棚。毋是啦，像说灯色袂怪，好啦，啊无正经的来者，你讲台语，我讲台语，阮讲台语，咱讲台语。